今言今語主題勇士篇，大能的勇士。經文：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亞比珥這族人約阿施的橡樹下。約阿施的兒子基甸正在酒榨那裏打麥子，為要防備米甸人。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，對他說：大能的勇士哦，耶和華與你同在。基甸說：主哦，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，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事呢？我們的列祖不是向我們說，耶和華領我們從埃及上來嗎？他那樣奇妙的作為在哪裏呢？現在他卻丟棄我們，將我們交在米甸人手裏。耶和華觀看基甸說：你靠着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嗎？基甸說：主哦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，我在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華對他說：我與你同在，你就必擊打米甸人，如擊打一人一樣。士師記6章11至到16節。大家有冇諗過，當我哋有神同在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成為勇士，唔好睇輕自己。當神呼召揀選臨到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就能夠成為神嘅精兵。神會稱我哋為佢嘅勇士。神係我哋嘅元帥，佢會引領我哋出征，打得勝嘅仗，消滅仇敵。唯有我哋必須有信心同埋勇氣嘅心去回應神。今日嘅主題經文嘅主角係基甸，佢被神揀選呼召，但係卻係信心不足。佢點樣回應神呢？佢對神話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神將基甸嘅眼目放喺佢嘅身上。第一，係神差遣佢去將以色列人從米甸人嘅手裏邊拯救出嚟。第二，當神與佢同在，佢就必擊打米甸人，好似打一人一樣。基甸睇自己係冇能力嘅，係唔可能擊敗米甸人，但耶和華肯定基甸嘅能力，清楚話俾佢聽，只要能夠靠住神嘅能力，佢就必然可以得勝。唔係睇自己，當仰望神，依靠佢嘅大能。為神要基甸清楚知道，佢係神嘅揀選同埋差遣，係神嘅計劃。因此問題唔係在乎基甸嘅能力，而係在乎佢對神嘅信心。基甸嘅懷疑係出於一個非常明顯嘅原因，佢嘅眼目只係在乎佢嘅能力、自己嘅出身同埋環境，而冇放眼喺神嘅揀選、差遣同埋能力。基甸點樣睇自己？佢睇自己係至貧窮嘅，喺佢父親家裏邊係至微小嘅。呢個所謂嘅貧窮，其實係指軟弱。當基甸集中睇自己嘅時候，佢發覺自己只係弱中之弱，完全唔能夠勝任神俾佢嘅任務。耶和華就再強調一個真理：我與你同在，你就必擊打米甸人，如擊打一人一樣。耶和華挑戰基甸，將眼光放喺神嘅身上，話俾佢聽，所有米甸人都會被打敗。基甸聽咗神嘅說話，就放下自己滿腦子嘅唔可能，開始大膽咁樣向神求證，最後就剛強壯膽接受挑戰。基甸話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給我一個證據，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。當基甸得到確據，知道果然真係神俾佢嘅呼召後，佢就滿有平安。其後基甸仲為耶和華築咗一個壇，起名叫做耶和華沙龍，高舉耶和華係賜平安嘅神。當神呼召我哋，俾我哋任務嘅時候，唔好害怕，要勇敢憑信心回應神嘅揀選，
將眼光放喺神嘅恩典上。有一位年輕嘅牧者見證，當神呼召佢嘅時候，佢對自己完全冇信心，但係佢順服神嘅呼召。佢蒙召嘅時候，佢只係一名中學畢業生，佢覺得自己並冇乜嘢令人可以信服嘅才幹同埋能力。佢被教會領袖差派去校園傳福音，因神與佢同在，賜俾佢智慧同埋能力。佢帶領咗好多個中學生，甚至專上學院嘅大學生認識耶穌，牧養同埋建立佢哋嘅生命。教會喺短時間內，年輕人嘅會眾劇增超過400人咁多。呢一位年輕嘅牧者深深感受到有神嘅同在，佢可以一無所懼，佢被神高舉，喺人嘅眼前蒙恩。佢從來冇諗到神讓佢可以牧養大學生，而家佢所牧養嘅大學生已經成為教會嘅棟樑，紛紛起嚟講道同埋帶領教會。默想與反思。神呼召基甸從米甸人手裏邊拯救以色列人出嚟，基甸有乜嘢反應？神點樣幫助基甸消除佢個恐懼同埋扶持佢個軟弱？最後基甸係點樣回應神嘅呼召？我哋有蒙神呼召嘅體驗嗎？我哋點樣回應佢嘅呼召？就等我哋一齊嚟禱告啊！神啊，求你幫助我哋要勇敢接受你嘅呼召，我哋要定睛仰望你，專心倚靠你。你打發我哋做嘅，就必定會賜我哋能力、智慧同埋資源。我哋要憑信心回應你俾我哋嘅呼召。我哋相信我哋係神嘅勇士，係耶穌基督嘅精兵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